世界无奇不有，社会包罗万象。彩色人生有真理，有平安，有自由，有喜乐，有愿望。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厝边隔壁大家好，我是你的好朋友喜善。今日喜善呢，伫彩色人生这单元内底呢，特别要来邀请到陈行道长老呢，来咱节目中甲咱做伙来分享到一寡美好道理甲见证，咱伫信仰上来做一个追求甲参考。陈长老伫边啊，陈长老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是。陈长老今日要借着这个机会要甲咱分享到咱真耶稣教会咱一寡信仰的前辈，因的美德、因的善行，甲因信仰上的美好这个卡业。虽然因已经安息去到主耶稣的怀中但是有一寡咱下一辈这个同龄这样的姊妹甚至包括喜善在内拢是年轻的一辈。咱社会大众也是对真耶稣教会一寡这个个性度，因的这个美德。甲因的信仰的体验，种种这个代志，也有一寡值得咱去甲伊听听呢，去甲伊了解，甚至呢，伫这个信仰上，伫生活上呢，甲伊追求，也好这个下一代伫这个生活中来做一个参考啦。陈长老，咱今日要甲咱分享到第一部分。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个传道生涯也拄到真多代志，碰到真多人物。我今仔日想讲利用这个时间，我来对上几位，互我真少年，伫信仰上、伫品德上，拢留落真美好卡业的几位拄一数，互咱来三甲对书来效法来。是，咱会当知影讲长老行到各所在去谈福音，看见真侪这个真人真事的这个代志所以伊伫遮甲咱做这样美好的一个分享所以咱即马就请长老甲咱分享一下。各位听众朋友，咱圣经内底有一句话安尼讲，腓立比书4章第8节安尼讲，讲兄弟我抑阁有未尽的话，既然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啥物美名的，若有啥物德行，若有啥物称赞，这个代志恁拢爱思念。这个圣经就是叫咱讲，将目前也是过去，或者是伫圣经内底，咱所看会到、听会到，这个值得咱尊敬的，有啥物好名声的，有啥物好品德，值得学到的代志，这个人这个事物，拢爱去甲思念呢。所以利用这个时间我想讲来思念几位伫我做传道这中间，尤其初做传道的时阵。我接触的真值得思念的一寡女执事啦，是来互咱三个对念嘛呢因确实伫信仰上、伫品德上留落真好的卡业。希伯来书13章第7节，搁再安尼讲，讲从前引导恁传神的道互恁的人，恁就爱想念因，效法因的信心，留心看因做人的结局。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同款的。这拢是咧讲以前不传道理互咱引导咱来信耶稣的这个人咱都爱甲笑脸。笑脸是爱学因的信心，过来看因做人的结局。因为耶稣基督对昨昏、今仔日到永远拢无改变。古早主耶稣安怎引导因，安怎祝福因，同款今仔日。咱来当安尼按照因所行的、所讲的安尼来做，那就以祝福人的主耶稣、无改变的主耶稣同款，要来伫咱的日常的生活、伫咱的家庭生活，来甲咱引导，来甲咱祝福咱。今仔日我想讲。我先来少年一位我拄出来做团队的时阵，是被安排伫麻豆、台南、高雄、屏东4间教会来注目来传福音。当时这个屏东教会屏东县只有
屏东一间教会，当时老毕、潮州、乌龙都还无教会，所以迄阵啊，即伫屏东所属的即庄脚、乡村，特别是乌龙啊，因拢爱来到屏东聚会。啊，我第一遍去到屏东，啊，我就去乌龙去遐住一礼拜。啊，一礼拜中间啊，就是踮伫即个陈顺金执事的厝。当时啊，咱这个女执事是已经走官，女执事的丈夫是长老教会牧师杨牧师。伊这个牧师娘啊，真够做人，真有爱心，所以从伫迄个外教会时阵啊，就已经真出名。后来接受这个真耶稣教的道理了后啊，不但伫道理上有进步，搁在伫做人啊、爱心上啊，伊所结的果子啊，搁较济。所以单纯只出是一生吼，安尼伫甲伊接触的中间啊，感觉有真侪代志通互我笑脸安尼。伊是一个助产士，伊咧讲接生的时阵啊，拢真亲切，真够照顾，真细心所以大概伫乌龙地区拢是伊接生的较济安尼。就是今仔日有一寡咱的较长辈者吼，嘛是伊来接生的。伊咧接生的时阵啊，一般若是讲经济较无好的吼，伊大概拢无甲收红包，伊敢若甲收红纸尔点。红纸摕起来，钱个摕向伊。不但安尼，过当日伊会搁再去市场吼，去买一寡腰子咯、猪肝咯，就是买一寡去做月来的人爱食的物件，去甲伊做月来安尼。所以即个伫接生的即个人是家长吼，大家对伊的即个爱心拢非常的感染。但伊毋是干那对即个信徒是安尼，伊对即无信耶稣的庄年的人也是共款。所以因为伊的这款爱心的表现，真侪人受感动，就来慕道来信主耶稣。瞬间就是除了这个爱这庄年的人以外，伊个爱教会的姊妹，也爱传道。我踮伫因兜一礼拜，互我真感动的就是第二早起差不多5点的时阵，伊就来敲我的房间门，甲我叫，我迄阵刚好困，因为19岁尔。4、5点真好困，就醒起来，醒起来看到女执事伫迄房间门口，手里摕一杯水，我想讲来7早8早摕一杯水，毋知要创啥，伊就甲我讲传道我泡一杯即个冰糖掺即个鸡卵辣咧，这叫做这对这牙后的保养非常好。你即马真少年，你来日方长啦所以你这个牙后一定要好好来保养安尼。较早阮头家就是牧师在世的时阵，伊就是安尼常常做安尼互伊食，互伊啉，所以伊的这个牙后的声音嗓子势头真好安尼。所以共款你既然来住伫我的厝我应该安尼甲你照顾，安尼做一杯互你啉嘛呢。我是安尼歹势我甲讲即马才4、5点尔你安尼透早为着要一杯，你着4点半就起来兄滚水。来泡冰糖、泡鸡卵安尼我实在是真担袂起安尼你毋通安尼你就拢无面又讲讲这你是主耶稣的使者，你是主耶稣的工人我安尼服侍主耶稣的工人，就是咧服侍主啦这毋免客气安尼，你爱啉嘛，这真好，对牙后真好我坚持毋啉，我是歹势伊坚持要互我啉，所以尾伊看两个人坚持伊就咧举伊去坐踮迄个房间的桌迄边甲我讲你若无啉我就毋走，我一定要看到你甲啉甲完我才要走安尼。我看到伊迄坚持无法度，我就起来啉安尼。当然袂歹啉啦当时我嘛毋知讲到底是功效到什么程度，我嘛毋知伊的经验安尼。此后就是安尼，每早起就照这个时间伊就是泡一杯冰糖掺鸡卵安尼温温安尼互我啉我就甲伫遐接受一礼拜，即个接派安尼当然伊这汤毋是干那一杯啦，但是这杯是真主要，因为伊认为讲这个是甲阮的发声声音无关系。等若啉了伊就甲我讲这个后声发声，这个甲睡眠甲困有关系安尼所以你爱好好顾顾啦，即摆还佫真早咧。
就叫我搁困，我就安尼真是照伊安尼吼，沉沉的，就搁落去困，搁困1-2点钟啊，才起来，伫遐互伊安尼连续照顾安尼1礼拜，所以到现在为止吼，我的拿后声虽然毋是介好，但是将来毋捌甲我拔讲去。好安尼，就是伫即个学生年会，是各种的讲习会，声音用真济。用真大，佮用真济，我只要安尼困一下吼，就好啊。所以我当然毋敢讲，今仔日抑个会当发声，会当讲话吼，是指1礼拜的即个功效啦。但是这1礼拜的照顾，这个爱心啊，确实互我安尼一世人啊都无袂记得。所以爱心啊，的力量真大，确实会感动人。伊对兄弟姊妹也是安尼，所以虽然是家己的经济毋是介好啊，但是若有法度。对遐个艰苦的人吼，拢安尼直咧共帮助，上界直接帮助就是即个救生接生的时阵，会当共免费啊，甚至去买一个物件去共做回来，这是互人真感动的。伊的爱心啊，其中就是有一件，就是伊的囡仔的婚事。伊的囡仔是大学毕业的，迄阵已经大汉，你要做亲戚，要做亲戚，一个媒人啊，就你甲介绍一位，当时伫遐慕道来信主的一个姊妹啦。这个姊妹吼，身体有病，并且病到真严重。来慕道来信主，也真喜悦，也真大病在身啊！拄即个恢复中尔。伫外表看起来当然是安尼病款。愈就是的囝是大学生毕业搁再安尼体格搁高强大汉安尼外表看起来真勇壮安尼竟然甲介绍即个安尼破病一个姊妹，要互伊做信徒。为了这个代志啊！哇，伊真感人。伊想讲，若要甲拒绝交互即个姊妹跋倒，因为想讲，连即个上界有爱心的女教师都无爱我。我看我的分数，我这世人大概无人要爱我。但是若要甲答应啊，伊佫惊讲对伊的囝一世人的幸福影响太大。有这个代志，伊就祈祷，就去问伊的亲戚，伊的亲戚就是伫咱的教会做传道。杨约翰长老，伊甲问讲安尼，即马有人咧做媒人，有发生即款代志，答要安怎？当然啦，传道就甲讲，你袂使共答应婚事是你要娶新妇无毋对，但是是恁囝你要娶某，所以你真好的理由就是甲恁囝讲，恁囝若提示，安尼就讲，就阮囝无同意无多安尼，伊讲安尼真对，就祈祷问因后生，现在即个囝佫真友好，真顺从。一个老母一个安尼讲尔，伊讲妈妈一切拢听你啦，你若好我就好啦。好安尼，哇！当所有的担拢放伫伊的身上，伊为即个件代志，伊嘛是佫祈祷到尾啊考虑多方面啦，各方面啦，伊就安尼讲，安尼好，决心甲答应，答应就甲带入来。带入来，确实啊，即个查某囡仔还佫规身躯有病，还佫真软弱，所以即个做大家的即个女教师就甲讲，伊讲即马你安尼结婚啊，你身体佫真软弱你袂使你做粗重的工课。以前无洗衫机，所以甲新妇讲即个洗衫即个粗工课我来做，这衫都拢我来洗，因为你袂堪得啦。早时顿你毋免遐早起来，我来做安尼。你会当帮忙就是一寡辛苦的工课就好啊。等若到你的身体用起来，迄个时阵你才来做一寡较粗重的，我才来较休困的安尼。这新妇当然真感动然后早时伊起来煮了，就叫新妇来食饭，甲讲你这个病一定爱靠祈祷，毋是干那祈祷，爱禁食祈祷。但是你的身体这软弱你佫禁食落去，安尼无力啦。所以慢慢。来禁食，我身体会堪得，我来禁食为你祈祷。你就好大勇来祈祷。安尼一阵仔过应该主耶稣会帮助咱安尼。正是伫即个大家遮尔有体贴心、有爱心的照顾安尼关怀之下，无偌久即个新妇的身体渐勇起来，甚至就能恢复正常人同款。
以后生2、3个囝吼，这2、3个囡仔拢甲老爸体加共款安尼做大真勇啊。这啊，在这个新妇来讲吼，伫伊的心中吼，是一段真感动人的事迹啊。所以咱圣经讲这个爱心啊，力量最大，爱吼，真正会当安尼克服一切困难。我定定咧想伊的所行所做吼，才想讲圣经啊，主耶稣捌甲迄个莫达勒的玛利亚，因为伊从8大年的玛利亚啦，将这个香膏吼讲破，来抹伫主耶稣的身上。迄阵有一寡人咧袂使谅解，但是主耶稣啊，伫这个马可福音14章吼，特别安尼讲一句话，讲出在伊吧，为什么要甲难为伊呢？伊伫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啦。常常有善良人甲恁同在，要向伊行善啊，随时都可以。只是恁无常常有我。我再讲，伊所做的是尽伊所会，伊是为着我安装的事，将香膏预先抹伫我的身上。我实在甲恁讲，普天之下，无论伫啥物所在传这个福音，也着述说这个查某人所做的，掠做纪念。我定咧想讲，圣经内记记的这伟大人物啊，这疼人疼神的这人物吼，因的表现遮尔感动人，真係是这个世上感无上。我相信这女执事吼，对传道人、对这信徒、对因这乡亲啊、这无信主的人，甲对伊的家族，特别是对这个新妇吼，这款的表现啊，我想想都无较输这个玛利亚所做的。所以，既然主耶稣咧讲，这个人是尽伊所做的，尽伊所会来做，无论去什么所在传福音，就要将这个查某人所做的讲出来，来掠做纪念。所以，既然主耶稣有这款的意思，这款这么感动人的代志啊，一定爱讲出来，无论天去到倒位拢爱讲。所以我也真愿意讲，将这个女执事啊，这款的好表现，这款的品定吼，借着我传道的这个生活，伫世界各所在。我来会记得，拄有适当的场合啊，我拢会甲讲出来。感谢主，这个女执事这款的表现啊，不但是感动传道人，感动信徒。今仔日咱要甲看，主耶稣也祝福伊的这个后裔，所以伊的子孙啊，伊的这个囝就是咱所敬爱这个杨英堂执事、杨龙堂执事。伊的新妇啊，也有一把真好的这个手艺，除了弹琴以外，就是会画画，所以常常。为这个领带吼，为鸟咯、风景咯、山景咯吼，对传道人安尼真有爱心，用真成本价安尼来卖互这需要的人吼，伊就是安尼也用伊的这个力量啊，用伊的因素来服侍啦。所以神吼对这个女执事的这个家族确实要甲照顾。更较明显的就是咱伫总会服务的这个杨良花姐妹啊，就是伊的查某囝。我去屏东学量的时阵，咱这个良花姐还未结婚，迄阵大家拢伫屏东客运啊，伫咧服务安尼。所以甲看起来，伊这子孙啊吼，到现在啊，还佫伫教会内面啊，会当安尼为主来关怀，为教会来尽一寡力量。所以，我一生啊做传道啊，到一边去注目这个屏东所帮到这个单纯真执事就是这款的。以后吼，我伫屏东啊办第一次的儿童主会年末总会。这个时阵，因为女执事对这个宗教教育也真关怀，所以甲我真配合。阮伫潮州来设立第一班的儿童主会，伫屏东教会来设立这个叫做。卡米西拜吼，这个抓戏啊，仔细的这个讲故事的方法。那古早无像即马科技遮尔进步，什么有幻灯片咯，也有什么 CD 什么无啦，无半项。阮就用纸画故事，一张一张来说明吼。伫这个屏东客运啊，这个礼堂啊，咱甲照用来举办第一次。真耶稣教会、屏东教会这个儿童年末总会，当时啊非常的轰动。长老教会屏东客运的这顾客咯，真侪人啊，拢为来这个礼堂参观。当时当然是我甲这儿童教员来计划来做，但是这个单纯真执事真出力。非常的鼓励，所以伫这个屏东所属的庄脚，尤其是乌龙这囡仔，拢甲带来伫去这个年末总会啊，年末总会啊，咱就请这个女执事来颁奖或者优等的啦，还是讲出色奖啦，品德奖啦，种种的甲这儿童老师啊，所以伫这个圣纲上来讲啊。
伊嘛是甲我安尼真配合，会当来为主耶稣做侪工。所以伫今仔日我咧思念这古早的这圣道吼，伫我所拄着这我安尼头一个就想着伊，因为我这边是我头一摆去屏东做工，去拄着一位的女执事，这边也是确实啦，伊的爱心吼，确实真感动人安尼，所以用这见证吼，来甲咱互相分享啦，也毋望主耶稣也感动咱啦，会当安尼出现真侪，像这款有爱心的女执事吼，安尼用爱来感动人，哦，来为主耶稣发光安尼。真感谢陈长老，今日用着乌龙教会吼，单纯真质素的美好卡者吼，来做一个思念，这拢是真美好的代志，会当互咱下一代甚至所有人来做一个效法吼，一种爱心超过一切。最后是要请长老伫空中带领咱祈祷一下。各位听众朋友，咱即马大家做甲阮来压头祈祷，求天顶的神来祝福。哈利路亚，奉主耶稣圣名祈祷。天顶的真神，你就是爱，你是爱的源头，你听阮世间人，你听阮的肉体，你做日头、赐空气、落雨，互阮五谷丰收，互阮饮食饱足。你不但听阮的肉体，你也听阮的灵魂。当阮死伫过犯罪恶的时阵，你差遣你的爱子耶稣基督来为阮死，所以安尼，你的爱就显明了。尤其到这个末世，你搁再用你的圣灵来结识真教会，不断的伫教会中显出你爱的见证。天父真神，感谢你恩典，不但你爱阮兄弟姊妹接受你的爱，也将你的爱搁再来发挥出去，来爱阮应该爱的人。天父真神，求你帮助阮，求你将你爱的种子也种伫阮每一人的心内，互阮伫周围，互阮伫家庭。互阮伫所接触的人事物，会当将你的爱来发挥出去，来见证这个爱的神。今仔日，阮接到你所赏赐阮值得尊敬的女执事的卡者，互阮来效法，愿天父真神，你不断的感动阮，将爱实现伫阮的生活中。阮安尼祈祷，求主耶稣你垂听，阿门，阿门。感谢长老来甲咱做美好分享，咱现在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平安。